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2月初10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是初1，新正年头，祝大家健康平安，年年好彩头。所以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明仔载路南的车会真多，建议出门进前先看路况。受到冷气团的影响，早暗温差也是真大，民众都爱穿好烧。烧香烧紧的烟会造成空气污染，若对这个烟较会过敏，建议去庙的拜拜时阵，莫离香炉遐尔晚。美国军事援助乌克兰的预算案无通过，德国总理甲美国总统拢希望美国国会会当批准这个预算案。今仔日各地拢真好天，嘛有出日，真侪民众拢出门行踏。伫东部的苏花路龙，今仔日规工车是袂少。国公局预估，明仔载初2是当后头厝的日子，国道路南车流量会真大，建议民众尽量避免伫咧尖峰的时段出门。也拿天气的方面，气象署特别提醒民众，强烈大量热气团目前要持续影响咱全台湾。北部甲东北部天气也是真寒，也拿其他的所在早暗的温差嘛真大，提醒民众都爱穿好烧。玉山北方将会初透早测到零下7.4度，因为天气转大冷，无骨落雪，也过即时也袂扬起。今日看起规片拢是白色的。今日大台北地区暂时日头小可探头一下，将会初各地水气减少，也过强烈大陆冷气团是继续影响。新北市淡水透早只有8.8度，气象署继续发布低温特报。初2到初3各地气温永远是偏低。明天清晨呢，在中部以北跟宜兰的这个低温只有9度到10度，其他地区13到15度，空旷地区温度可能会更低一点。天气较好，各地出现率七头行顺的车流，苏花界车流量比平常时加大约2.5倍。公路局统计，规工大约有18000台次路南。伫部分高台九线双向接苏花界单线车道时阵有小可塌，管区的警察也继续进行车流的管制。视状况将挡下车流在红绿灯管控之下快速通行台九往花莲那一段就很塞了。那你们从哪里开？我从内湖来的啦。南澳那边吧。南澳那边最塞。苏澳港那边就开始塞。那平均时速有多少？那边平均时速可能不到20哦。高公局有估，今年过年假期，国道南向交通量上大一天会伫个11，也就是正月初2，拄好是传统登去后头厝的时间。建议西部国道南向应伫早起6点进前，也是中昼12点了出发。也若国道5号往南是透早5点进前，较顺较袂塌。记者综合报道。伫过年期间，真侪人是休困，或者是出去行踏。不过警消也是坚守因的职务。今仔日总统蔡英文去台北市警察局。中正第1分局甲第2分局，感谢伫新正期间辛苦值班的警察。也那副总统赖清德是为伊的故乡万里出发，要展开新春参拜行程，祈求新的一年大家阖家平安。正月初1，总统蔡英文透早前往台北市中正第1甲第2分局为免员警颁发加菜金，感谢员警伫春节期间坚守岗位，为民众服务。警方是送台湾队长顶冠有蔡英文总统府甲警车的红仔，代表警方守护总统府的安全。这次已经是总统任期里面第5次到分局，所以说在这么冷的天气里面，真的让我们同仁倍感窝心。然后在这边也要特别感谢总统对警察的支持跟照顾。副总统也是总统当选人的赖清德，将月初1是为旧厝万里出发，展开新春的参拜行程。伊透早先去万里的中福宫参香，民众热烈欢迎。发福地的时阵，各家民众做伙翕相，需要转往家人的庆安宫参拜，人气同款正旺。以总统当选人的时份来到家人庆安宫参拜，我先甲大家说多谢，感谢大家大力支持，所以真正才有机会顺利攞到当选。中华民国第10任的总统。赖清德讲，家己嘛是大家人，家人的未来算伊一份，大家做伙打拼，互家人更较好。也祈求庆安宫祭祀的主神妈祖，保庇新的一年百业兴隆，阖家平安。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初1，立法院长韩国瑜甲副院长江启臣，因做伙去台中丰原发红包，也有春仔。
韩国如讲，国泰民安是政治人物的责任，因为责任让百姓生活愈来愈幸福。另外，民众党主席郭文德伫咧新竹，透早嘛甲市长郭宏安做伙去庙林拜拜。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拄啊，前任的立法院长韩国瑜甲副院长江启臣，正月初一来台中丰原自济宫发放红包福袋啊，有民众特别为着春联赶来，希望新年会当有一个好头彩。很热情，很开心，对，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韩国瑜表现真亲切，甲在地出席的副院长江启臣做伙伫新春拜庙祈福，除了希望伫国会展现那样团结的气势，也表示未来政治人物拢会当担当。整个台湾，老天爷负责50%，我们台湾人要负责50%。我跟启臣有这个责任，让台湾这个土地政治越来越干净。民众党主席郭文铁正月初一也倒来到新竹，甲市长郭宏安去宫庙祈福，为少支持者大声喊加油，也是展现个人气。郭文铁照往例等于故乡团圆，对于新北永联市郭文谦提出诉签属有下中温，互人解通两方可能会有冲突。郭文铁回应表示，爱相信人民的智慧。关关难过关关过，就是这样。我相信大家都台湾人民还是有智慧的，遇到困难我们会想办法一关一关渡过去。对于前立委蔡佩如过年后会互人请入去台中市政府，郭文铁表示，留伫台中发展也是一个方式。对于黄国昌的建议，民众党2026年除了6都，新竹甲嘉义拢爱参选。郭文铁表示，所来会讨论安怎来进行。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透早5点外，伫咧屏东的盐埔渔港发生火灾，有3只渔船啊，唔知影是安怎，说是熊熊着火。消防队派31个人去斗拍火，一直到早起9点外，才总算甲火拍花。也若伫咧台南为落暝时阵嘛，发生一个悲剧，有一个查甫人甲一间烘肉店的头家起冤家，两个人伫咧人面前是一句来一句去，互相呛声。了后，这个查甫人举棍啊要去店的理论。颠倒是去互这个头家用刀啊毒死，送病院了后，要是救无倒来。旧历过年初一透早5点外，天也未光，临近徛好煞互火光行起，3只连做火的渔船不断有火星为船顶冒出来，消防人员派出31个人来拍火。船只是较大型的渔船，加上风真透，火势一度真大，渔民甲渔船绑条的绳啊透开，然后起火点来拓开。部分的绳索因为渔民把它解开了，另外2个人飘到第2面去。然后第2面的时候，我们后续支援的单位来，我们就在第2面，然后做一个分开2台那个渔船的部署抢调。代志发生4点钟内底，甲火势拍花，不过起火原因还阁要深入调查。台南嘛，伫咧29暝发生命案，一名男子有可能甲烘肉店的头家有过节，摕棍仔去对方的店来理论，却颠倒互赌伤。在本辖生产路一家烧烤店，因郑姓死者与烧烤店周姓负责人发生嫌隙，而在脸书互呛。警方表示，死者甲伊哥哥前往理论，两名伫咧相拍的时阵，互对方摕折叠刀堵伤身体，送病医不治。3名嫌犯伫咧案发1点钟内底就抓到，会以杀人罪移送侦办。警方嘛提醒民众，若遇到这种纠纷，就要保持理性，直接报警来处理。记者王刘天平交款屏东台南报道。今仔日是初一，有袂少民众透早就去庙林拜拜，祈求新的一年大家平安顺遂。不过有医师就提醒，英国环保单位捌做过监测，平若到年节的时阵有烧香有烧金，才会因造成的空气污染。有的气管若是较烂的人，或者是会过敏的，若较严重的，甚至下骨都会安尼转夹起来。若是对这因较会过敏的人，建议去庙林拜拜的时阵，莫离香炉遐尔远。或者是大家会当减少烧金甲烧香的数量，嘛是一种方式。信众手举清香，诚心诚意参拜。过年时啊，台湾各大寺庙人拢去。不过点的香愈侪，难免寺庙的香烟会真大。台北市万甲青山宫这几年透过减香减炉，互空气污染减少。清凉宫有5个炉。那你呢？香客多的时候，一个插3柱，那个烟呐往上去会影响住户。5、6年来，那我们青山宫就是5个炉，
就限制每年就是1炷香。虽然为1806年开始，政府尊重宗教信仰，也甲民间风俗的前提，开始推撒减香、减金、减炮。目前北部包括台北北投的行天宫、两山市三峡行寿宫这庙宇，拢无烧香、无烧金纸。不过全台湾也是有为少庙宇维持烧香的习俗。有意思是讲，以往环保单位监测国内大节庆时阵，烧香国加烧金纸的熏烟，会互空气品质达到过量。这熏烟较刺激过敏质的气管，严重恐惊引起气骨喘。就算甲挂一般的外科喙암嘛是无法度防范。不要迎面受到这个香的那个熏烟了哈，你最好涂在一个背风面哈，因为你如果吸进去呢，比如说像气喘的，很容易诱发气喘，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的人。肺功能会更下降。另外，医生也提醒，最近天气冷叽叽，冬天阁是呼吸道传染病开发作的季节，不少人出现呼吸道的症头。国家春节连假，民众南来北往出外佚佗甲食饭，拢会增加受危风险。最近新冠、流感疫情拢也伫高峰期，民众若是出现规身躯酸痛、干燥、流鼻水这个症头，爱赶紧快筛确认。若做有喘气困难这种危险症头，爱赶紧就医。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有关美国军事援助以色列、甲乌克兰也有台湾的预算案，参议院伫初7的时阵表决并无通过。不过，德国总理肖兹甲美国总统拜登，因两个人会谈了后，拢认为讲，若是无这项援助，乌克兰是无法度主动落西亚拍一摆。希望美国国会会当批准对乌克兰军事援助预算案。俄乌战争继续在美国参议院关于乌克兰的预算案所表决失败，后去美国访问的德国总理肖兹甲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会谈，支持拜登替乌克兰争取资金的努力，嘛敦促美国国会赶紧通过对乌克兰的援助预算。Germany was ready to increase its support with weapon delivery, and hopefully the Congress the House will follow you and make a decision on giving the necessary support, because without the sup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without the support of the European states, Ukraine will have not a chance to defend its own country. 欧盟在顶礼拜批准一项适当时间差不多500亿的欧元，等于将近一条7000亿台票的乌克兰贷款。美国却因为政治问题，造成关于乌克兰的预算案一直拖沙，无法度通过。伫美国国会限制是毋是通过乌克兰军援预算的时阵，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宣布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兹尼的职务，颁予伊乌克兰英勇的金色勋章，而且甲扎卢兹尼拥抱两届。Сьогодні відзначаємо державними нагородами та званням Герой України, воїнів, які разом з усіма, хто став на захист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і українського життя, визначають долю України. 扎卢兹尼伫家己发表声明内底表示，甲总统进行重大严肃的会谈，而且做出会当改变战场甲策略的决定。虽然伫2023年的12月，民调显示有超过88%派乌克兰人信任伊，而且有75%派人反对伊实质。不过，俄乌战争以来，乌克兰上大的军事改造已经无法度改变。后续的人选是陆军总司令瑟尔斯基来接任。公司新闻台是董炳玉。所以，咱来关心智利的前总统皮列拉。初6的时阵，伊搭直升机，那亲像是因为天气歹、视线无好，飞行机全个摔落来，不幸过往，食到74岁。智利的总统必须克宣布全国哀悼3天，而且伫当地初9的时阵举行国葬的仪式。智利总统甲政治人士，也有沿路的未少民众，大家是拢来合送。智利总统博瑞克甲参议长政界人士穿着黑色的西皮罗唱国歌，送别智利的前总统皮涅拉。Defendió ideas diferentes a las de nuestro sector y también tuvo una interpretación del estallido social del 2019 que fue diferente a la mía y actuó en ocasiones。智利前总统皮涅拉伫这个月初6，甲其他3名乘客坐直升机飞过智利南部大河区的空中时阵，向发生射击，造成皮涅拉死亡，享受74岁。事发当时的天气无好，一直落雨，后外界质疑是天气造成飞行机射击。皮涅拉捌伫2010年到2014年，还有2018年到2022年之间，前后2届做智利的总统，一直推动国家的经济发展前景，嘛成功救出伫沙漠区内底受困的拓工。
虽然伫伊第二届任期内底，捌因为经济无景气，爆发全国大规模的示威活动，用军队镇压，说好指控是侵犯人权。也毋过伫真济民众心中，有愿感念伊的执政。De lo que hizo por su familia, de lo que hizo por todo el pueblo de Atacama y de la minería en Chile. Creo que eso nunca se va a olvidar. Por eso hoy nos hacemos presentes en nombre de mi familia y de todas esas familias que hoy día, de los mineros que no han podido estar. 在过程了后，现任的总统布瑞克下令全国哀悼3天，而且伫当地初9的旧国会大楼替皮涅拉举办各种仪式，对皮涅拉为智利的贡献做出真悬的评价。最后伫圣地亚哥大教堂甲总统府办追悼仪式，运送棺木的时阵，嘛有真济民众徛伫路边相送。棺木了后，伫厝内人举办的私人丧礼安葬，皮涅拉的太太甲子孙嘛拢有出席相送。国际新闻台是朋友。伫新正年头，除了出门行村、出去佚佗以外，大家还阁有啥物款的活动呢？全台湾有袂少的宫庙，伫咧初一的主时，拢有抢头香的风俗。真侪民众伫咧围炉食饭饱了后，就会去庙的外口等，希望会当伫咧香炉插头一炷香，祈求新的一年会当顺顺利利。主持一个到大家镇南宫庙门开，信众全力向前冲。为台中大都来32会长先生，伊为饭仔门走入来了后，真溜咧，把香插入去香炉，顺利抢到头香，加价值18000块大金马祖加纪念酒炸转厝。这原来是伊第2届抢到头香。很开心啊，就是希望今年家人啊都能平安健康。哎，快乐，过年欢喜得啊！哈。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起庙已经305年的婚林西里福兴宫，有人照鼓励，伫正月初一主时一个到开庙门抢头香，由林内乡来的31岁高先生，伊抢到头香状元。很累，8点钟过来排队。嘉义新港奉天宫抢头香的活动，本来走第一是一个穿乌衫的查甫人。伫我进香炉的时阵，好亲像甲走第2穿空衫的查甫人相弄，两个人拢跋倒去。到尾走第3姓陈的民众，伊反应真紧，闪过这2人抢到今年的头香。一开始是朋友找的，但我后来就觉得，我好像可以。阿嬷平安，然后全家平安。台南正统六里门圣母庙透早原来吸引大群民众排队来领，敢若限量500份的开运钱母，希望会当招来好财气。春节期间，全台湾的庙宇香火拢真兴，期待有神明的保庇，规年拢会当全家平安顺利。记者综合报道。拄看到抢头香的活动是闹热滚滚，也那庙的伫初一的时阵卖抽签来预测今年的国运。亲像泸州的应莲寺，就抽出属龙工商4支签，龙的部分是抽到签王，代表今年万事拢会顺遂。也那伫台南真出名的南昆新大天府，是抽到中上签。该签的老师讲，主事者就爱心掠好正，做好代，而且咱人伫6月了后，国运就会愈来愈好。正月初一到庙寺参香民众袂少，各大庙寺拢有抽签，有测国家运势。像泸州的应莲寺抽出属龙工商4支签，其中龙签抽到签王，代表万事大吉。还是要努力嘛，爱领金啊，大家爱领金啊。如果再有这个国运上签，应该是不错了。国际局势就是多变嘛，所以说台湾的话要尽量向国际去，就是说展望。应莲寺的国运签，民众大部分感觉是好吉兆。因为以真正出名的台南南昆新大天府抽出挂绣攀比正正式级的国运签，被改读是中上签。当然是会紧张啊，怎么会不紧张呢？对啊，但是抽出来是大家觉得，刚刚看见大家喜悦，我就觉得很放心的啦。公事不知阴世事，咱世间人唔知影阴事的代志，只要咱行善积德，自然。国家运势就会当从良。其中庙立玉清宫向文主公求本来年的国运，其中抽出来人民运签是大吉。要中华南药宫的四季签拢抽到上上签，也被改读是整体运势会愈来愈有起色。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因为真好天，甚至阁有出日，有真侪民众拢出门去行踏，有的是去看温色的阿比亚，现场的人是擦。
估计为电视出来到单，已经有超过200万人次来遮看这只鸭米啊。因若伫咧高雄的关帝庙，当年拢会提供平安面，免钱，互民众排队来领。到当时已经连续40年啊。嘛有人讲，这平安面因是为少年食较老。做甲10年前的动作同款，相片内底查某囡仔已经大汉。正月初一即天，住伫家己的民众，带规个伙仔到高雄佚佗行村，替查某囝找10年前的记忆。10年前有过来参观过，他们那时候还很小。今天特地来复刻一下10年前那个场景。要带外县市的民众返来高雄过年，同款规个伙仔出动，黄色鸭米仔伫网络顶发展稳重版的翕法。翕玻璃顶的影看起来离鸭米仔搁较近。市政府统计，黄色鸭米仔展出到即马已经超过200万人来看。多啊，因为通常这边不会那么多人。对啊，平常不会那么多人，应该是特别有展览才会特别多。正有年味的所在，也有临安区的高雄关帝庙，长长的人阵为庙内排到庙外，拢是为着排队领免费的平安面。我们几乎每年都来呢，我几乎每年都来，因为我们有时候因为是财神嘛。因为关圣帝君他是财神，武财神，这是变成就我们高雄关帝庙的特色了。啊，他们呢，老板也是秉持着善心，持续做。庙方表示，平安面是由地方的头人免费提供，将会初一至元宵拢会当免费来领，互民众会当分享到喜气，求一个平安。另则阁算入庙来拜拜的人阵，估计到元宵节一定会超过10万人。记者综合报道。咱过年的时阵，拜公妈拢会伫咧竞品顶悬插肥春花，代表年年有春的意思。因若市面上即嘛有真侪无共形体肥春花，嘛有无共款造型的。不过即嘛手工做的是愈来愈少啊。伫咧鹿港有一个春仔花的艺师施丽梅，伊坚持用手工来做肥春花，伊用代表富贵的牡丹，也个发财的黄金色，做出真喜气的肥春花。有40多年经验的春仔花艺师施丽梅，当咧甜花，用代表喜气的红线做牡丹花，金色的古钱图样有招财的意思。到做花就亲像是一日春，这就是过年拜神明祖先会用到的饭春花。古早的时代中，一律是饭春有，毋是无，但是拢用纸的。尾我是讲，以春仔花靠保存的迄个传统的图腾、传统的手艺来延伸在饭春咯。过年祭拜神明祖先，会传年饭、发粿、甜粿，顶面会插饭春，为29暝供奉到初5。除了代表年年有春，其实嘛甲咱的食食文化有关系。咱是以美食为主嘛。以美食为主，所以食米要有春。这饭春呢，伊咧插伫饭的，而且刻伫听做顶，就是讲咱一年当天拢毋免烦恼伫讲无饭好食。然后春仔花伊用迄个线有落甜的吼，伊起来较水。你一般拢纸迄种的吼，拢较素。即阵市面上的饭春，较侪拢是用纸做平平的。春仔花老师用传统机器一线一线填出代表花开富贵、吉祥喜气的饭春花，嘛来加添新正年头的好吉调。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天气报你知，气象署特别提醒大家，强烈大陆冷气团要持续影响咱全台湾。明仔中部以北、宜兰的低温恐惊干那10度尔。天气是寒死死，也若其他的所在早暗的温差也是真大。提醒民众，大家都爱穿好少。再来，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9度，上悬19度；中部地区上低10度，上悬21度；南部地区上低11度。上悬25度，东部地区上低10度，上悬21度。咱来看外岛地区9度至19度。一个未来这3日的天气。
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今仔日是初一，祝大家新年好元气，万项拢顺心。我是丹妮，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会。